邊咧，青年呢一部分咧，亦都係非常之重點去提及，就係、我哋明白到喺個整個經濟發展裏邊，人才培養呢一環節咧係不可少嘅，而且亦都有唔少人咧會覺得我哋澳門咦，似乎冇人才，好似我哋啲年青人都唔能夠去承擔一啲嘅咩嘅高嘅職位，或者將來咧能唔能夠為澳門去承擔更大嘅一啲嘅貢獻。所以喺呢方面咧，我認為我哋一定要喺從一個根本嘅一個基礎教育方面咧，係需要提出點樣去改革我哋嘅基礎教育嘅一個現況，而且喺高等教育方面咧，點樣去到令到我哋嘅教育高等教育能夠切合我哋澳門未來嘅經濟發展方向嗰個銜接，令到我哋培養出嚟嘅大學生，我哋嘅人才能夠去為我哋澳門將來能夠去發展我哋嘅經濟同埋發展我哋嘅澳門。仲有就係話喺現時嚟講，我哋睇到經濟低迷嘅時候，或者叫經濟開始雖然上升，但係仍然會出現嘅就係青少年呢個青年就業嘅問題。所以我哋喺政綱裏邊咧，亦都係非常之着重，就喺青年就業方面，我哋一定要做好兩件事。一個咧就係話我哋要促請人力資源發展辦公室咧，去到做好嗰個人力資源同埋呢個經濟情況嘅一個分析，令到青年咧能夠得到更多嘅關於經濟同埋就業嘅資訊，讓佢哋更好地去選擇佢哋嘅職業，令到佢哋可以唔會出現，盡量少出現呢個職業錯配，讓佢哋可以做到自己喜歡做嘅工作，亦都令到我哋嘅澳門社會對於年青人咧可以人盡其才，令佢哋可以有最好嘅發展機會。好，講呢度，多謝。